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晴。小邓老师，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从1月份播出到现在，好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以为我也是客家人呢。我是客家人，你宋子成有线电视台当家主播，也差不多会变成客家文化探人咯。讲实在啊，从呢段的时间，人讲嘅啊教学上涨，就係呢意思啦。为到我將你嘅節目做到符合所有觀眾朋友對客家文化嘅認識老了解，我就愛傳當多嘅資料哦，我要當多嘅考證。雖然過程當辛苦，唔過啊也沒吃到當有意義，當有價值。是啊，語言跟文化的認識與了解，本來就是與時並進、與日俱增。小鄧老師，我們今天的主題要談什麼呢？語言啊，係一個民族嘅根啊，根係冇睇嘅，文化就是睇嘅。根本日嘅主題出來講實用嘅客家話。好，這個很重要哦，這個很重要。那我就先來問哦，所謂民以食為天，那就來問吃飯的客家話怎麼說呢？食飯，客家話就講食飯。食飯，錯，食飯。頭擺農業社會啊，更中人天錯，餐愛食飯，冇食到飯啊，就冇生存咯。故說餐愛煮飯，餐愛食飯。是啊，我們國人飲食多元化、多樣性，說實在還是要吃飯才覺得有吃飽啊。故說啊，係講一下課，也係一下班，英語們。批到嘅飯菜香，要等到阿妹才做下係飯煮好咧，好食飯了，這係幾幸福嘅事情啊！今天我們節目單元介紹吃飯，先來複習一下幾個詞彙好嗎？吃飯叫做食飯，餐餐要煮飯，餐餐要吃飯，要說餐愛煮飯，餐愛食飯。飯煮好了可以吃飯咯，可以怎麼說呢？飯煮好了，好食飯了。哇，觀眾朋友觀賞到這一段，有沒有覺得客語真的不難學，也不難懂？而且我還覺得客語的聲調好有趣，好好聽哦。我們再來說一次好嗎？食飯，餐愛煮飯，餐愛煮飯，餐愛食飯，餐愛食飯。飯煮好嘞，好食飯了，好食飯了。家下聽到小晴講客家話嘅聲調當好聽，一啲都冇唔錯嗬。在你下台灣客家話嘅強調，除了我哋下講嘅強調係四言強，另外還有4種嘅強調哦。原來客語還有其他腔調，小鄧老師沒有特別提起，我還以為客語就是目前我們說的就是客語。那請問小鄧老師，還有其他客語腔調是什麼呢？除了佔大部分客家人口所講嘅客家話4言強，4言強呢有分北4言、老南4言強。小鄧老師我係桃園客家人，我當然講嘅就係北4言強嘅客家話，和另外4隻強調呢，分別係海陸強、大埔強、饒平強、老浙灣強。總共5種客家話嘅腔調。原來客語有5種腔調，分別是四縣腔、海陸腔、大埔腔、饒平腔和诏安腔，共5種客語的腔調。錯，簡單講啊，就係四海太平安。也就是客語5種腔調的組合，四海大平安。我想請教小鄧老師哦，我們怎麼去分辨客語的5種腔調呢？你節目時間嘅關係啊，我只能夠就一般你會接觸到嘅客家話，大約嘅來做說明，就以你根本語所講嘅詞彙，食飯也係4言強，係講我講食飯，也就係海陸強，我係講食飯。也係大埔腔嘅講法咯，我係講食盤，這個就是饒平腔的講法，
最后 ship point 这个就是中文腔嘅讲法咯。哇，有点混淆了哎。那我们一般哦，我们外人怎么去区分他说的是什么腔调呢？好，其实啦，你啊当好偏神哦，比如讲来讲。什么也暗讲，或是讲什么也东讲，一听就知道这是北四县腔的客语。那些暗用讲什么也该闹出地，佢係南四縣腔，我係講當通也係客家四縣腔，那係我講當切。呀，當親呢也是很痛的意思。講當親係太普強嘅講法。講定啊，人哋好下自家天使學院，根本嘢就講到了咯。你下愛嚟老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。真來了。真來了哦。